人生於世上有幾個知己，多少友誼能長存，今日別離共你雙雙兩握手，友誼常在你我心裏。今天這有陣別，他朝一定能聚首。縱使不能會面，始終也是朋友。樹有萬里山，隔咗兩地遙，不需見面，心中也知曉，友誼改不了。人生於世上有幾個知己，多少友誼能長存。今日別離共你雙雙兩握手，友誼常在你我心裏。今天這有陣別，他朝也定能聚首。縱使不能會面，始終也是朋友。有萬里山，隔咗兩地遙，不需見面，心中也知曉，友誼改不了。可以冇？嗰陣900錢可以攞500塊錢哦，一首歌。是個吧？我年费做到就搞在意直播间，这个抢，直播间就13个星，还喊我搞在意主播，是吧？一家礼物都没得，一副美金都没得，是吧？天天那个小脑壳，喊我做在意主播。你两个在意主播了？在意主播有用冇？在意主播卵都没得，是个回事不？对吧？我不是8个话，我不喊个话，我看看就我首歌。是吧？我在酒吧里头别不输500块钱的我中文没得100分，起码也有80分噻。这台粤语起码是标准了不？这台其他起码还大的有个6000不？对不对？有用冇？那都不得，是个不？千万莫喊我搞在意主播，那下次喊我搞在意主播，我直接卡死你，是吧？是吧？我可以做谢霆锋，是吧？我会来做旧本山，我可以做谢霆锋，我会来做旧本山，我不想做范晓明啊，对不？